两字，你咧穿啥？你的脚伫咧穿啥？鞋子，拖鞋。好强哦！嘴巴怎么长那么大？再一个，这个必胜客，贵英文五厘，五厘，英文五厘啊，英文五厘啊，英文五厘，对来讲必胜客来。必胜大家安静。必胜客是啥？啊，披萨。啊。对啊。下晡是阮啉啥？啉下午茶。两厘，你啥物事？霸气。这手机啥物事？啊。第三。好，下一题了，答对了。三个字，第几个字是数字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第三个，第二个是啥物气啊？啊？气啊？过年时阵，阮讲，哎，你是啥？对吧？三个字嘛。对哦。六。一个所在位，阮去生活，讲英文好了。时间到。这个要打完了。这个完了，等这个完。六三里。应该是等三。差不多。永春。啊。